那个是王尔丹吗？尔丹，尔丹这里。有点紧张吗？路上来的时候确实挺紧张。为什么会紧张？唱不到是不太行的。他们的大巴好像也要到了。Hello， 嗨，你在吃什么呀？我们看你要吗？这哪个方？这边，是花丹吗？到了。哇，这酒店太棒了！拿出来呀，公主。哎，已经开入了吗？最后一个。耶，是我了。主要是你看一下你发型有多凌乱，你知道吗？我坐3个小时飞机，又坐1个小时车程，又坐10几分钟车到这个，我没有睡过5个小时。好了，今天晚上早一点睡了，好不好？反正他们都到了，你去看一下吧。走。Hello， 可以进来吗？可以进来吗？Hello， 可以进来吗？可以吗 Hello。小太阳很好啊。啊，你叫除了李唐小太阳，你的名字还有本名叫什么呀？尼玛。本名就是2个字尼玛。尼玛是什么意思？太阳的意思。哦，所以说你叫李唐小太阳是吗？你的笑容真的很像太阳。哎，你多大了呀18岁。18岁啊？哦，好羞涩呀！你平时在做什么呀？在放牛。平时在放牛吗？真的吗？你有多少头牛200多吧。？200多头牛，你能放200多头牛啊？这么厉害？听说你们俩是要换房间吗？看吧，爸爸说的要照顾好弟弟，要和弟弟在一起。所以说你不想跟他住是吗？不是不想，不是不想，但是要和弟弟在一起。他这个也不会，那个也不会，身份证也丢了，我要好好照顾他。Hello。喂，在不？忘记带了。带你去跟那高一磊在一起。你在和谁打电话呀？哦，哥对你很好哎，不放心你。马上就来了。我们2个运气好哎。今天下午给你修了衣服。一会儿那个导演来了，我们俩跟他说一下。我觉得多认识一个朋友多一条路，多认识一个朋友多一条路。没有错。其实我是这样想的啊，我是这样想的，毕竟是一个团队嘛。不是，滚球桌睡这儿，高一的睡这儿，你跟着我一起，4个人刚刚好。啊，也可以，好是啊。滚球桌等下来了就滚球桌睡这儿，高一的睡这儿。那你旁边呢？他也不想跟着我住。不要多想。Hello。你跟谁住啊？现在不是到50对啊，搬正挺漂亮的。喂，哎，马上，底下点头买着。这个是王尔丹的东西。对，王尔丹的东西。妈妈怎么说吗？说他现在在那检查呢。呀，在那里。准备，3、2、1，走。你以为张丰美少年唱歌都这样吗？当然不是。音乐老师 ，drop the beat。这首歌带给4位老师，希望今天3位老师，希望你们能够听得开心。让下一句歌是这弯弯的河，我也唱过许多的歌，我的心在那河。
弯的路，就像山里的雪，莲花。谢谢大家。你整个人放不开，我感觉。我觉得哪地方不对？手应该怎么摆呢？那个地方，那个地方就不太稳，头可以再洒脱一点。你声音放出来的话，你整个人的状态就不一样了。然后你所有的动作都还要再放大。我们再来一次。好嘞，放松。好多了，这样就好多了。想不起当年模样。哎，这老师在这。对，刚才你不是说你高一上不去嘛，然后就从那个假声上去。但是假声就是一定要注意，假声完了之后要切回真声，你要切不回真声的话就有点尴尬了。就多练就可以了。啊，斑鸠课堂下课。真是人民教师斑鸠老师哟。对，大家要考教资哦。你考过了吗？还没有。当你心看了，我的名字美得像流淌的河。嘎了，当我考点不要给我去。现在是凌晨1点了啊，朋友们，你看他们好带劲哦，还在练，还不睡。